好，大家好啊！好高興可以見到大家。同埋咧係特別啦，今日係星期日，好似而家打緊風添喎，係嘛？1號風球，唔知打唔打得成啦。喺即係風雨之中咧，都係能夠見到大家都非常之開心。今日咧講嘅課題咧，頭先太史都講咗啦，就係講緊即係西貢嘅潮州人嘅傳統、信俗嘅傳統同埋創新。其實我都想問下大家在座有冇啲朋友係即係潮州人嚟㗎？睇下先，有冇潮州人？有喎，真係有潮州人。咁有冇啲係真係喺西貢嘅咧？西貢嘅潮州人有冇啊？西貢，有位好。今日原來都有即係其實唔困難嘅，我諗去到任何一個地方裏邊，咁你隨時真係邊個係潮州人啊？我諗相信咧都好容易就會揾到即係有身邊嘅左右都有即係潮州嘅朋友喺度咁樣。所以今日講嘅課題咧，其實都即係大家我相信咧，大家都身邊都有啲嘅潮州嘅朋友啦咁樣。但係今次我設定嘅地區比較特別啲，係西貢。西貢其實而家我哋睇翻咧幾有趣嘅現象就係咧，我哋會睇到咧，即係頭先太史都講啦，就話其實我哋諗起潮州人喺香港歷史咧，好容易就會聚焦咗喺即係市區，包括即係三角碼頭咧，即係西環嗰一帶咧，西區啦，或者我哋講緊就九龍城啦，係嘛咁樣。但係其實喺新界地區裏邊咧，潮州人嘅發展咧，其實都好值得關注，同埋特別喺近年啦，佢哋咧都有好多嘅新搞作咁樣。咁所以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就喺依個嘅課題裏邊咧，特別咧就都想講一講，除咗講傳統，亦講下佢哋嘅一啲嘅創新。當然啦，我講緊創新唔係一啲即係喺即係一啲嘅喺月球裏邊搞盂蘭勝會咁嗰啲依啲嘅，即係一啲嘅所謂嘅創新啦，而係我會觀察到好多時候佢哋喺傳統裏邊尋找一啲嘅土壤，然後喺呢啲土壤裏邊再發酵成為一啲嘅新嘅傳統。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俾大家去認識同埋認知啦。都要講下嘅究竟點解我無端端會都有涉獵到呢個課題會研究即係西貢嘅潮州人嘅一啲嘅歷史咧咁樣。呢個事緣咧就大概喺10年前啦。10年前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咧就啱西貢區嘅即係盂蘭勝sorry 盂蘭勝會咧啱啱咧就60週年。咁當時候咧佢哋咧就諗住想出版一本嘅特刊即係紀念嘅特刊咁樣。但係咧，你會知通常咧好多時啲紀念特刊咧，如果大家都係愛好風俗嘅朋友，或者都會睇下嗰啲特刊咧，好多時候咧好注重係啲咩咧？多數咧都係介紹嗰個嘅節慶活動介紹下有咩神功戲，之後咧大部分都係啲廣告嚟㗎。大家有冇留意到咁樣？但係咧即係今次咧就有少少特別。佢哋想做一個特刊，希望咧就唔單止即係淨係有廣告更加咧希望咧發掘多啲有關西貢人嘅即係西貢嘅潮州人嘅一啲嘅歷史咁樣。而我都好有幸啦咁樣，我就有機會咧去跟住佢哋嘅啲足跡，佢哋去做一啲嘅調查訪問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可以有幸咧去參與其中。變咗咧喺過程之中咧，都收集咗即係都幾多嘅一啲嘅資料啦，亦可以睇到參觀咗佢哋好多嘅睇到佢哋好多嘅一啲嘅文獻啦、檔案啦咁樣。令我對即係西貢嘅潮州人咧有多進一步嘅認識。所以今次咧都係一啲嘅屬於一啲嘅過去嘅經驗嘅累積同埋一啲嘅資料搜集之後咧，同大家做一啲嘅分享。裏邊當然包括咗一啲少少嘅田野考察嘅咁樣。喺未講即係西貢嘅即係潮州人嘅歷史之前咧，其實點都要咧講少少背景嘅，就係講緊即係西貢嘅歷史啦咁樣。在座有冇朋友係真係住喺西貢㗎？有冇啊？有冇啊？咦，原來大家都唔係住喺西貢㗎喎，但係可能就對西貢呢個地方嘅好有興趣，而且咧更加對西貢嘅潮州人好有興趣幾特別咁樣。其實西貢呢個地方咧，對於即係我哋即係住喺市區嘅即係香港人嚟講咧，就往往就係一個嘅旅遊地方啦，係嘛？而其實我哋講緊如果行政區域去劃分嘅話咧，其實西貢區咧其實都幾大嘅。
咁涵蓋咗就係我哋西貢市中心、西貢區啦，即係以前嘅西貢區啦。另外咧，西貢裏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好多郊野公園嘅。好多郊野嘅地方，好多山林水秀嘅地方，係嘛？咁另外咧，亦有一啲嘅新發展嘅社區，坑口一個新市鎮啦。咁所以包括埋坑口啦、將軍澳咧，都屬於咧西貢區嗰個嘅範圍。咁甚至啦，遠至我哋講緊喺西貢市嘅中心附近，其實對岸其實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小島，其實都屬於咧西貢區嘅範圍。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哇！呢個地區裏邊咧，其實原來都幾大嘅喎，咁樣。咁另外西貢區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咧個人口分佈咧係唔平均，就係咧因為佢本身裏邊有好多嘅小島啦，係嘛？咁亦有好多郊野嘅地方啦，變咗佢哋嗰個嘅即係聚居嘅人士咧，佢都分散咗唔同嘅地方嗰度咁樣。咁所以呢個亦係一個幾特別嘅咁樣。咁其中一個比較旺嘅地方，當然就係西貢市嘅中心啦咁樣。咁我哋頭先講過而家嘅狀況係咁咯。咁我哋去追溯翻喺以前，究竟西貢嗰個歷史係點嘅咧？咁樣其實有關佢嘅一啲嘅文獻嘅一啲嘅記錄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我追溯到即係差唔多明中葉嘅時候，其中我哋好多時候去研究香港地區嘅歷史裏邊咧，多數咧有陣時都會引用到呢本書嘅，就係《粵大記》，因為《粵大記》裏邊咧就記錄咗有一個地圖啦，地圖裏邊咧有好多嘅香港嘅地名，咁好多時我哋就可以憑住呢啲地名裏邊追溯到究竟原來以前呢個地方裏邊已經有人聚居㗎啦咁樣。咁更重要有陣時咧，我哋會睇到就係話當嗰個地方嗰度有名去命名，就知嗰度地方咧係有人聚居，因為有人聚居你先有個名去命名佢啊嘛，咁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研究《粵大記》咧就唔可以話佢提到嗰啲嘅名稱就代表喺嗰個時候裏邊咧係淨係得嗰啲嘅村落，一定唔係，因為當時候呢一個嘅屬於一個海圖嚟嘅海圖，咁變咗佢好多時候佢記錄嗰啲嘅地名咧，往往就喺啲沿岸地區嗰度，咁所以有啲內陸嘅地方咧嘅村落咧其實已經存在，但係咧佢就冇畫出嚟咁樣，咁而喺即係《粵大記》裏邊咧，其實已經有出現咗一啲嘅地名喺度㗎啦，咁樣，咁依度亦可以印證到，即係話喺明中葉嗰陣時候，西貢已經有一個嘅已經開始發展㗎啦，咁樣。咁而除咗我哋可以從嗰個嘅地圖裏邊揾到一啲嘅線索之外咧，更加啦，我哋喺民間嘅文獻裏邊好重要嘅，特別我哋研究新界嘅歷史裏邊咧，都會成日都會引用到就係族譜。咁我哋透過族譜，我哋可以爬梳到究竟佢哋嘅村落係幾時開村嘅咧？咁究竟係咩姓氏嘅咧？咁樣，咁依度裏邊咧，你都會發現到就話喺嗰個嘅即係明中葉以後咧，其實已經陸續咧有唔同嘅即係宗族咧，慢慢遷移到嚟西貢呢個地方嗰度咧開村。咁依個亦對比喺其他新界地方嚟講，相對嚟講緩慢嘅原因就係喺其他地方，舉例譬如錦田元朗嘅地方裏邊，佢哋始終嗰個即係土地，即係嗰個嘅土地咧比較平坦而適宜咧耕即係農耕咁依個咧亦係咧喺即係發展上邊咧，你會見到喺嗰啲地區嚟講，即係我哋講新界西嘅地方裏邊咧，個發展咧係比較喺西貢區咧係即係發展比較比較好一啲嘅咁樣。咁而去到差唔多講緊喺對於香港另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咧，就係我哋講緊就係遷海啦，就係當時候講緊康熙即係順治末年、康熙初年，當時係鄭成功佔據台灣，咁當時候其中一個嘅政府嘅當時嘅清廷嘅政策就諗咗一個嘅屎橋，就係諗下點樣能夠咧趕絕台灣嗰個勢力咧，咁樣佢就諗下就係咧就不如咧就用遷海即係喺內遷就避免咗沿岸嘅居民去接濟台灣，咁變咗咧令到咧台灣咧就能夠咧不攻自破啦。咁樣佢哋有啲咁嘅諗法。咁最後咧就當然啦，即係呢個嘅政策裏邊咧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就係因為好多嘅沿岸嘅
村落村民因為受到依個嘅政策嘅影響之下，被逼內遷。咁啊，成個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嘅香港地區咧，進成咗一個嘅廢墟。咁啊，更恐怖嘅咧就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嘅筆記啊，睇翻當時候嘅一啲記錄咧，係非常之凄慘嘅。就係佢哋當時候去遷界嘅時候，佢哋啲清兵為咗防止佢哋咧翻去，你諗下，佢哋有農田有屋噶嘛，咁佢哋即係有陣時我諗住偷偷地翻去啦咁樣，咁佢哋就即係喺嗰個嘅邊界嘅位置裏邊，就整好晒一啲嘅墩台啊，咁咧就另外咧就派兵咧就將嗰啲嘅原本嘅一啲嘅房屋咧，或者嘅啲樹啦全部斬晒，嗰啲嘅農田咧即係盡俾佢哋破壞晒，咁變咗令到佢哋咧翻都翻唔到去，即係翻唔到去佢哋原本住嘅地方咁樣。咁呢個咧係對成個香港嗰個發展咧有好大嘅影響，亦導致咗後來點解即係我哋而家啦，即係會睇翻話點解我哋喺香港裏邊其實個歷史都咁悠久啦，但係我哋好少揾到即係清代以前嘅一啲嘅古蹟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咁而到遷界之後復界啦，咁樣慢慢即係嗰個政策又轉變啦咁樣，咁因為好多田地嘅荒蕪啦咁樣，咁政府又改變政策咯，於是咧佢哋咧就想吸引一啲嘅客籍嘅人士咧，就遷嚟香港呢個地方去開墾荒地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吸引呢班人嚟嘅時候，當然有優惠啦，但係同一時間裏邊咧，就原身有一啲嘅好嘅土地咧，基本上咧原身嗰啲嘅我哋講緊啲本地人咧已經咧翻去咧攞翻佢哋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哋再嚟到依度嘅地方裏邊咧，佢只能揀一啲比較偏遠啦，或者嗰個土地咧未必咁肥沃嘅地方。咁其中咧就佢哋變咗西貢就係其中佢哋一個嘅選擇。咁所以後來慢慢你會見到喺西貢地區裏邊咧，喺復界之後咧就有好多嘅客家人咧喺度建立咗佢哋嘅村落喺度啦。咁而我哋會見到喺嘉慶年間出版嘅《新安縣志》裏邊咧，你就會見到嗰個有好多嘅西貢嘅村落到而家咧仲喺度嘅咁樣。咁而佢哋當時候咧就佢哋嘅縣志咧，佢哋嘅記錄上邊咧，佢就分咗兩個嘅村莊嘅，一個咧就係官富司管屬嘅村莊，一個咧就係官富司管屬嘅客籍村莊。咁客籍大家就好容易理解啦，就係佢哋咧就係一啲新來嘅一啲嘅村民建立嘅村落咁樣。好啦，咁好快啦就盡快飛咗呢 part 佢但係都要俾大家有少少基本嘅概念知識啦咁樣。咁去到即係遷界之後、復界後，慢慢其實到我哋講緊即係嘉慶年間裏邊，你都見到啦。其實喺西貢嚟講，都建立咗唔少嘅村落。咁到開埠之後又點咧？咁樣開埠之後，其實咧西貢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嘅功能喎，就係咧因為香港開埠，佢需要好多自然嘅資源咁樣，咁所以咧佢哋相對嚟講，佢哋就需要咧去鄰近嘅一啲嘅地區裏邊咧去揾呢啲資源。咁其中咧佢哋咧就喺西貢地方裏邊咧就佢擁有好多豐富資源啊嘛，咁於是就喺嗰個地方裏邊咧，其實咧就好多嘅即係我哋講緊好多嘅自然資源咧，就從咧嗰個西貢裏邊咧去到港島區。咁所以你會見到喺早期嚟講咧，佢哋咧嗰個嘅發展嚟講咧，係受到嗰個嘅即係客運嗰個嘅影響啊，即係將嗰啲嘅物我哋講緊啲自然資源運輸過去港島。咁所以其實好早期裏邊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嘅船隻咧係來往緊，我哋講緊就係西貢去筲箕灣嘅地方咁樣。咁但係相對嚟講喺西貢呢個地方裏個始終嚟講，即係山多平地相對嚟少咁樣。咁所以始終咧嗰個發展咧都唔算話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躍進喺度。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其中嚟講咧，佢哋嘅交通網絡咧喺嗰個嘅海路嚟講咧，主要就係運輸去港島。咁就係由我哋講緊西貢嘅墟市裏邊上船，然後經過
銀線灣，然後再由陸路運去坑口，再轉船咧過去筲箕灣嘅。你會見到即係嗰個嘅都幾吊腳嘅。咁而陸路咧，其實佢哋就靠古道去出去嗰個嘅市區裏邊，即係九龍城嗰度。咁而去到我哋講緊1866年啦，另外亦係一幅咧好經典嘅一個嘅地圖。呢幅地圖咧就係咧一個意大利嘅傳教士所繪畫嘅。咁裏邊咧就係叫做咧新安縣全圖。值得睇嘅地方咧就係佢將好多新安縣裏邊嘅啲村落嘅名咧同埋地名咧寫咗出嚟。咁對於我哋去做新界歷史研究嗰陣時候咧，就有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線索喺度。原來起碼我哋可以從嗰個嘅地名得知，原來嗰度咧嗰個時候依條村咧已經存在㗎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佢哋個譯名嗰度咧有時有啲偏差嘅，但係我哋都可以從裏邊咧揾到好多嘅一啲嘅線索。咁到另一個嘅對於即係新界成個新界好重要嘅發展就係我哋講緊1898年，即係講緊就係展拓界址專條啦嘅簽署啦，將新界租借出去啦。咁而喺嗰個嘅之前咧，其實咧當時候嗰個嘅其中一個嘅官員洛克，其實之前咧已經喺嗰個嘅新界地區裏邊咧去做一個嘅田野考察㗎啦，咁樣。咁最後咧就寫成咗嗰個報告書。咁呢個咧亦係我哋咧去側面咧去睇返早期嗰個嘅新界嘅歷史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參考資料。雖然咧佢用咗嘅時間唔係好長，但係咧佢記錄嘅資料咧都非常詳盡嘅咁樣。咁另外佢亦記錄咗裏邊咧嘅唔同嘅一啲嘅村落啦咁樣。咁亦俾咗我哋咧有好即係好豐富嘅一啲嘅資料咧，俾我哋了解到咧喺我哋租借之前新界嗰個發展嘅情況。咁去到差唔多講緊1899年嗰時候咧，其實已經租借咗啦咁樣。咁而當時候嘅香港政府咧，就將新界地區咧就劃咗8個區域稱為8約。咁而當時候嘅西貢區咧，就主要咧分佈咗喺當時未獨立成為咗一個區嘅，而係咧將佢咧界開咗將佢咧分成咗九龍區6約同埋東海約。呢度咁樣。咁後來慢慢你知新界喺特別戰前嚟講個發展嚟講，主要負責去管理新界嘅方式咧，就係用理民府嘅方式去管理啦。咁所以佢就將佢劃分咗喺嗰個嘅主要嘅，我哋講緊係喺南約嘅理民府嘅管理之下咁樣。咁呢度頭先呢啲嘅喺另外嗰啲圖片裏邊，你會見到啦，就係當時候嗰個嘅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分區嗰個名單啦。就嗰陣時候咧，原來咧有唔同嘅村落，咁佢裏邊咧都要揾一啲嘅領袖嘅人物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啦，喺嗰啲資料裏邊咧就睇到嗰啲嘅姓氏咁樣，都係嗰啲姓嘅啫。你會見到譬如井欄樹嘅就姓邱㗎啦，係咪啊？馬油塘姓李㗎啦，係嘛？都係嗰啲咁去到差唔多即係30年代啦，咁樣30年代咧，另外咧，我覺得又係一本書咧，好值得大家如果對新界歷史好有興趣嘅話咧，其中一本書咧，我覺得好值得去睇嘅咧，就係呢個嘅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啊。咁近年咧就再次出版咗，咁由沈思老師咧，佢就重新去做嗰個編校嘅咁樣。咁而作者咧就係黃佩佳，咁黃佩佳咧就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嚟㗎咁樣。咁我最佩服佢咧就係咧佢咧即係咧真係跑田野，佢就去咗新界好多嘅村落，由我哋覺得唔係新界嘅地方深水埗以至到去到新界一啲好偏遠嘅地方打鼓嶺，佢都有去到。咁佢就用支筆咧記錄咗當時候20-30年代嘅風土人情。咁裏邊咧描述咗好多嘅一啲嘅資料咧，亦係俾我哋可以知道，哇！喺當時候嗰個地區嗰個嘅發展嘅一啲嘅情況。咁你會見到喺30年代嘅時候嗰個嘅即係西貢區嘅狀況係點咧？咁樣。咁你會睇到啦，當時候咧，你會睇到就係話咧，哇！嗰度嘅樓宇咧數百，
你會見到數百居民咧5000餘。哇，其實咧喺一個嘅即係我哋講緊一個新界嘅地區嚟講咧，其實嗰個發展都唔錯咯，成5000幾人。另外有近岸嘅多新樓，你會睇到哇，即係話喺個地方裏咧，其實嗰個慢慢發展起上嚟，有咗新嘅樓宇，特別係近岸邊嘅地方裏邊，而且佢好標明咗一樣嘢就係有石碼頭。嗱，要知道咧，其實以前好多時嘅碼頭咧係用木搭嘅，係嘛？咁而有石嘅木頭碼頭咧，某程度上表示咗，哇！呢個地方咧都係一個嘅發展得唔錯嘅地方喎，咁樣。咁而裏邊咧亦會講到啦，當時候嗰個嘅發展話全村有商店頗多而且咧裏邊咧有好多嘅貨品買賣嘅。咁某程度上，因為作為一個墟市咧，你亦可以理解嗰度零舍多一啲嘅即係商鋪喺度咁樣。咁而佢亦其中裏邊咧花咗一啲嘅篇幅咧，去描述翻嗰個嘅當時候嘅一啲嘅交通嘅情況啊。我哋好多時候去研究個地區嗰個發展嗰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就話，當個地區發展得一個嘅即係唔錯嘅話咧，佢嘅交通嘅配套一定咧係同樣地係唔錯嘅咁樣。咁但係你會睇到啦，當時候嗰個嘅交通咧個情況係點咧？喺戰前即係20-30年代裏邊，好主要佢都係講到由九龍城步行至此約需3小時。即係話你諗下，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大家即係老一輩嘅人，即係可能咧佢哋即係行慣啊，即係由九龍城行到去西貢，即係西貢市，而家西貢市中心3個鐘得唔得咧？即係我而家都幻想緊即係咁樣。咁另外當然啦，佢都有嗰個嘅交通喺度嘅交通。咁就係佢話啦，每日咧有嗰個嘅渡海小輪即係由即係香港嘅鹹魚欄即係西營盤嗰度經嗰個嘅筲箕灣、滘西，以至於西貢咁樣即係而當時候咧嗰個嘅通常咧則為中午正午至到下午2時半遲翻咁樣。咁所以你就會睇到啦，喂，當時候咧其實都已經有交通咧係即係來往嗰個嘅港島區嘅地方。咁呢個嚟講，亦某程度上咧反映咗嗰個經濟嘅狀況，因為近岸嗰度其實嗰個嘅我哋講緊西貢嘅漁業嗰個係好重要嘅發展啦咁樣。咁而其實好多嘅漁獲咧，佢哋有陣時唔單止係新鮮去賣嘅，另外佢哋亦會經過醃製變成鹹魚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中一個嘅原因，佢哋都會即係同嗰個鹹魚欄嗰度咧有一個嘅商貿嘅一個嘅關係喺度。咁去到戰後嗰時咧，佢個發展啦，慢慢啦，我呢度就唔長講啦，你就會見到啦。主要佢係歸於嗰個嘅南約嘅理民府咁樣。咁慢慢發展落去咧，佢哋嗰個嘅隨住佢發展之後咧，你會睇到而家啦。而家嚟講咧，其實新界地區裏邊咧，我哋講緊西貢區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唔單止淨係講緊市中心嘅，仲包括埋我哋西貢嘅鄉郊嘅地方啦，我哋一啲嘅小附近嘅一啲嘅小島啦，甚至我哋講緊坑口一啲嘅新嘅市鎮嘅地區嗰個地方。咁你就會見到即係話西貢區嘅發展裏邊咧，其實你會見到一個最大嘅轉折位就係喺個遷界之後，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呢個回顧話，喺遷界之後，你會睇到嗰個嘅客籍嘅入遷咁樣。而去到戰後嗰度，隨住嗰個交通網絡嘅發展底下咧，又有多一班新嘅朋友咧，即係入嚟啦咁樣。咁而當中嚟講咧，我哋唔可以忽視嘅就係話嗰個嘅陸路交通嘅改善，係某程度上就帶動到一班新嘅移民入去。咁呢個咧其中嚟講，我哋就講緊就係一個其中好重要嘅一條嘅即係我哋講緊嘅公路啦，就係講緊西貢嘅公路啦咁樣，將佢由市區接駁到西貢呢個地方咁樣。